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月1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6篇第1节到12节，民数记第27章第1节到11节，路加福音11章33节到3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身体的光。咱圣经的教导，咱知影电火也是光，是为着要互人看见。上至少是咱会当看到伊的光线所照的即个效果。咱的身体嘛有光，有诶时阵咱会讲一个人伊的面真有光，表示讲即个人伊真有精神啦吼。那华语有一句话咧形容人的身体，也是讲伊的精神，甚至讲一个人的性命状况有问题的时阵，伊会讲你的即个运动发乌啦吼，就是讲伊的身体无光的意思。一个人的精神状态、身体的状态，拢会通互人感受到伊的身体有光也无。伊的皮肤有光细细，也是安尼粉面，即种的皮肤，我想即个是真侪女性拢咧追求的目标啦吼。因为迄会通互人感觉讲足有精神的。伫今仔日的经文，路加福音11章33节到36节所讲的，咱用34节来看。你的目睭好若亲像身体的光，你的目睭真好，身体就光明；你的目睭歹，全身躯就黑暗。有一位朋友呢，伊有真严重的色盲，对伫色的判断来讲，对伊来讲是一个真困难的一件事。伊时常拜托朋友来替伊判断伊手所摕的物件的色值。有一天，伊收到一个包裹，这个包裹内底呢，是伊的一个好朋友所寄予伊的一个礼物。这个礼物是一副真特殊的目镜，是专门予这个色盲的患者所挂的目镜。这位朋友接受到这个礼物的时阵，就马上来试戴。当伊戴着这副特殊的目镜了后，伊即时就感动哭甲倒伫个涂骹。迄个目屎其实是真欢喜的目屎，因为伊的目睭光起来伊会通看见上帝创造迄种色智的水。咱会当讲，伊是目睭一个光，全身躯就光。圣经甲咱讲，无有人点电火，将伊放伫即个涂骹，也是放伫斗下骹。电刀柄来讲，伊一定将灯放伫灯台顶悬，互人入来拢看会到光。这是路加福音11章33节所讲的。咱现在所看，我伫这个空间遮，暗时拄到会一个童工来替阮闪电火，这个整个的这个空间就拢真光显起来吼，真正会当体会着讲迄个光的重要性。亲像一把电火伫黑暗的空间来拍光，互人的目睭通光，黑暗就无看见。光，互人会通看见每一件物品，避免人行路的时阵弄着，或者是着踏绊倒。什么是咱的光呢？什么是咱身体所需要的光？咱的目睭是啥物？圣经所讲的目睭是咧讲心灵呢，还是肉体？耶稣基督讲，耶稣知影就甲因讲，恁安怎议论
无大饼诶代志。恁减无了解，还无明白吗？恁诶心点遐尼啊钝？恁有目睭减无看见？恁有耳孔减无听见？恁减袂记得我掰5个饼互5000人食诶时阵，食剩了后，迄个笋仔，恁拢总捡几篮呢？因应讲12篮。耶稣佫讲，我掰7个饼互4000人食饱诶时阵，食剩诶幼笋仔，恁捡几篮呢？因讲7篮。耶稣就甲因讲，安尼恁减还无明白吗？因无明白是因为因看袂到迄个新约的背后所要代表的，毋是因为因无眼光啦吼，因有目睭吼。伫经文内底旧约民数记27章记载着西罗非哈这个查某囝来到伫摩西面头前来呼求恩典，因为因的老爸死伫咧旷野，但是伊的老爸并无甲科拉党做伙来叛变得罪上帝，因为因看见上帝是恩典怜悯的上帝。后来，这个只有分配互囝的人，这个土地呢，也特别特例，变成做惯例分配互这个西罗非哈的这个查某囝。上帝是因的光，因看见望，因看见对上帝来的救恩，就把握着这个机会来恳求上帝的救恩。耶稣基督嘛，甲军队者讲，无有人点顶下伫未看到的所在，也是崁伫这个斗仔骹，一定是下伫这个灯台顶悬，通互入来的人看到光。恁的目睭是身体的光，恁的目睭若金，规身躯就光明；你的目睭若灰，规身躯就黑暗。所以着小心，毋通互你内面的光变成最暗。你规身躯若拢光明，连一点仔黑暗拢无，就会亲像灯火光显显，互恁咧照，甲恁咧照完全是光明的。咱耶稣基督明白指出，身体光就是咧指人内面的光，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光。以赛亚书第8章21节到22节的经文来讲，人会伫逐所在流浪、艰苦、夭餓，因无通食的时，就会起受气，咒诅因的王甲因的上帝。因抬头看天，压落看地，只有看到艰苦、黑暗、忧闷，佮受赶入去伫黑黑暗暗的内底。咱需要上帝的光，咱需要属灵的光，内住伫咱的内面，咱才会当看见主的恩典。才会当领受主的救恩，互咱脱离心灵内底的黑暗。咱要做伙来用今仔日的经文诗篇做伙来读。诗篇106篇第1节到12节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帝，着感谢上帝，因为伊是至善，伊的慈爱线到永远。啥人会晓得讲起上帝的大权能？啥人会通完全表明对伊的称赞？所有依互公平未不时来实践公义的人，真有福气。上主啊，你恩待你子民的时，
求你会记得我；你拯救因的时，求你眷顾我。求你互我看见你选民兴旺，互我甲你的国民分享快乐，甲你的子民做伙夸耀。阮甲阮的祖先共款有犯罪，阮偏离正路做歹。阮的祖先伫埃及无明白你所做的奇事，袂记得你丰盛的慈爱，反倒伫红海背叛你。毋过主，因为伊的名的缘故，解救因，要显明伊的大权能。伊一个临红海，海就干去；伊带因经过海深的所在。若得经过大地，伊救因脱离怨恨因的人的手，对对敌的手中解救因。因的对敌拢雨水淹没，连一个都拢无留地。迄阵因才信伊的话，才学了称赞伊。恳求上帝赏赐阮智慧，追求真光，也互阮的内面有主的光照，互阮会通脱离黑暗，会通靠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诚心祈祷，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